什麼又似朦朧嘅青紗，輕朗住未醒嘅舊夢。未到7點，搭上直馳而去嘅港鐵，嚟到大學站 B 出口，晨光已漸清亮。左手邊沿住澤祥街，踏住春嘅腳步前行。路旁嘅枯樹已抽出新芽，而我哋今日將穿越時間嘅空谷，踏過東平洲億萬年嘅岩石，坐喺岩層嘅琴鍵上，傾聽嚟自遠古嘅神秘回音。往馬料水碼頭方向，穿過青藍色嘅隧道，為我哋今日嘅海島之行奠定底色。嚟到馬料水碼頭，春暮低沉，平靜嘅海面更顯蒼茫遼闊。由於提前上網預訂咗船飛，無需排隊，直接上船。嚟到9點，船長就急住揸船離港啦。渡輪擺浪而去，美浪似講古人啱啱打開嘅東平洲史書，成群海鳥亦都雀躍於行駛嘅船隻旁，同霧氣深重嘅半空中歡樂覓食。1個半鐘嚟到香港嘅最東面，島平、海平、食平嘅心平之洲。東平洲碼頭長身入海，迎接今日第一批上島探秘嘅客人。行出去，即可見到東平洲海岸公園嘅標誌木牌。往右手邊，踏上海岸邊層理分明嘅沉積岩，正式叩開咗東平洲嘅遠古傳說。但尋古探秘之前，我哋要先去預定今日嘅午餐喺平洲士多。出嚟之後第一站就係大同，呢度係深疊幾嘅沉積岩，岩石好似俾千年海水泡暖嘅黑色經書，而鐵質氧化物染出這紅紋路，仿如大地而億年嘅血管，至今仍屏障湧動。行過呢片岩沙風灘，行過條芳村，出到長沙灣碎石灘，左手邊望過去，盡頭就係東平洲洲尾，清澈嘅海水穿越萬年仍滋養住今日嘅青苔。慢慢深入頁岩層層洞開嘅節奏裏，洲尾岩石由赤紅轉入黑紅。靜靜坐喺書頁般嘅岩石上，望住俾海浪刻鑿出嘅波痕黑石，濤聲中仲帶有多人絲滑岩石嘅金石之聲。我哋好似幾粒吾日食文經卷嘅沙粒，喺岩層與岩層嘅磨礪中，聽潮起潮落，看風起雲湧，先至發現歲月即係永恆。帶住時間嘅啟示，慢慢行上億年地質運動造就嘅斜坡，引入新路。我哋下一站去錦景洲，海風輕拂，好似一下由遠古拉返現實嘅新路。行咗10幾分鐘，右手邊有條落海嘅路，石壁90度直立，群友們互相照顧，艱難而行。落到沙灘，往左邊行就嚟到錦景洲。呢度真係好似俾天神斬景，劈開咗一條海天通道，通行過去，腳步堅定到好似手術針，可以將呢條地殼震裂嘅傷疤縫合。行出狹小嘅海夾口，豁然開朗，海面有暖風吹嚟，將斬景嘅傷痕撫去。左手邊繼續前行，就嚟到榕樹角。由呢度去到龍樂水，我覺得呢段係東平洲最精彩嘅章節。佢講述嘅係火山岩嘅黑色史詩。坐喺岩石上，會聽到岩漿遇到海水急劇冷卻嘅爆裂之聲，撫摸岩石上嘅冷凝紋，好似觸摸到侏羅紀火山岩漿每秒降溫0.5度嘅凍結記憶，記載住水與火互相對抗又融合嘅歷史。聽講鄭和寶船都曾喺度避風，而佢描述嘅海岸同依家我睇到嘅並無二致。原來600年嘅光陰，對於呢啲億萬年嘅石頭嚟講，頂多只係一瞬。而地質學家亦都講，東平洲嘅每一毫米都係1000年。行過呢片幾萬個千年堆積出嘅層層疊疊，對大自然咁有耐心嘅鬼斧神工讚嘆不絕。嚟到呢度龍樂水，群友們稍作休整，側邊有條行出海岸嘅山路，行上山
往碼頭方向行落去，橫穿過東平洲，行過新莊民居，嚟到島嘅另一邊。左手邊繼續向碼頭進發。我哋預定嘅午餐時間已到，經過碼頭返到平洲士多，老闆已準備好餸菜。我諗到喺呢個偏遠離島上有咁美味嘅鬼酒螺同碌柚，人均100蚊，食到好滿足。食完行返碼頭，右手邊就係亞媽灣。唔同於島北岸岸嘅冷峻，呢度嘅岩石好似俾海浪踩過嘅麵團。踩過岩石，以橫皮嘅姿勢坐喺圓滑嘅沙礫岩上，竟然有種返到母親懷抱嘅安全感。或許這就係亞媽灣個名嘅心意啦。行過呢片沙岩夾雜嘅海灘，向更樓石嘅方向前進。行過一片腐竹多格嘅石坪，前面兩塊7米高嘅沉積岩柱對立，遠觀好似兩座守護住東平洲嘅更樓咁，雄偉非凡。就知呢度係更樓石啦。睇住岩石嘅裂紋登頂，當咸豐灌滿衣襟嘅瞬間，突然明白，我哋所謂嘅征服，不過係企喺億萬年凝固嘅岩漿上，而腳下每道岩縫中沉睡嘅古老時間，都喺度嘲笑人類短暫而渺小嘅狂妄。行出更樓石，好似行出咗時間嘅神廟，心生出對大地嘅謙卑與敬畏。下一站，再次行上山路，行去蘭過水，揾唔到點落，唯有借嚟群友曾去影過嘅幾張圖，睇下呢啲美麗嘅虎斑門及狹長嘅海蝕洞，到此就暈倒一圈啦。沿路返去，中途可以坐石椅上欣賞欖蛇尖嘅雲捲雲騷。返到碼頭，目色清風吹過長堤，吹去咗滿身嘅汗濕與疲累。坐上5點15分嘅船返程，遠身喺大海灰藍色嘅溫柔中漸次融化，日頭慢慢引入山海，將天與海染上一片聖光，普渡眾生。駕船穿過時間嘅汪洋，帶住我哋返到馬料水碼頭時，四周圍已係燈火闌珊，一種塵世嘅幸福感破空而嚟。船埋岸，行出碼頭，趁住夜色行返港鐵大學站，坐地鐵返屋企啦。今日東平洲之行，行過錦景洲斷裂嘅青春，行過亞媽灣嘅中年溫柔，行向更樓石憧憬嘅晚年。不過係於時間嘅長河中，尋找屬於自己嘅又長又短暫嘅生命軌跡。